在做法律，啊，干嘛是大分？我哩单那法律过来，马路，或者因那人。 白狼的，那个时候算是台湾的第一个国际历史事件。一个你不认识的台湾，一个你不认识的时代跟环境。150年前，在恒春半岛的外海有一个美国的商船罗妹号，它搁浅了，然后船上的人就想要上岸求生，那被当时在今天的社顶公园附近的一个部落叫龟尔论给杀了。 那造成当时在厦门，美国的领事就到台湾来做调查。那当然，他先逼迫在府城的清朝要出兵惩凶，可是府城的清朝在当时非常积弱不振，而且当时的道台也比较消极的面对这整个事情，所以在清朝没有很积极的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。 美国派了一个军舰从南湾登岸，想要去剿灭这样一个部落。这样一段历史其实是很鲜为人知的。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第一次海外的出征，在他们历史上可能这是第一次，也就是他们打的就是台湾，而且是南部的原住民。这整件事情的罗妹号的事件的历史，其实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开展了后面整个台湾的历史的命运，到今天都还影响着。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土地，因为它的战略位置很特别，所以大家都想要。所以你看，世世代代的人不都到这里来了吗？ 当时要拍一把青的时候，我觉得一把青是已经很困难的，可是他也拍完了。那拍完之后，我知道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难得到我了。结果后来又来了一个，其实它更难，真的是难以想象的难。我很希望今天的台湾很多年轻人，他可以借由这个故事，去了解到。 其实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多么的美丽，多么的珍贵。战狼军出发 This is Taiwan, the forsaken place of them. Sir, this is order and civilization. 我相信这个作品会带给大家在那个时代的情感，接近到我们现代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要出现这部作品，要由曹瑞元拍？那我相信导演他会。 拿出他这个作品，告诉大家什么？ The troops will wage war on you immediately. It will be eradication. You understand? 假期，白龙马呀！